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张伟丽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是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新增加23例本土病例，阁有45例境外病例。高雄今仔日一口气增加10例，其中7例甲高雄港有关系。108科公实施了头一届学测，今仔开始连续考3天。早起头一科考数学 A， 考生跟老师拢讲题目上困难啊。去年造成40来人死亡的高雄城中城火灾，检方今仔改以刑法的放火罪、杀人罪来起诉姓黄的嫌犯。新闻先来看，咱过来今仔新增加23例本土病例，阁有45例境外病例哦。今仔有2个移工胃着病，因2个人有去过西堤古拜用餐。因为高雄港有人胃着病，港区今仔嘛扩大采检，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的确定病例本土有23例，这是今年来的最多哈。那境外移入有45例，防疫计程车可能还是有境外这移入确诊的病患，那坐他的车子的时候，那所影响到的，那一个经贸的特区里面那有2位大概18219、18220这2位。这2位的基本身份是移工，那他们在1月9号的时候有到西堤去用餐，从他的接触者这里面，公司的接触者里面总共在验出4位所以这是西堤相关，直接在西堤用餐的有2位，那其他4位是职场相关的验出来，一个是相关的他去船上的时候坐的交通船的2位工作人员。那高雄现在对整个港区的人员全部都把它做相关的列册，外籍的外籍的船舶上面去做相关的维修的工作，那可能跟相关上面船上的人是有接触。来看高雄，除了1个月3个人确诊，今仔日又搁增加10例相关的案例，有7例是甲老爸工课桥、高雄港有关系，全部嘛拢是Omicron的病例，而且CT拢无到20哦。另外有3例是诊所的接触者。伫高雄港工作的爸爸，伊4岁后生幼儿园接触者有80个人采检，甲在过确诊者的消防人员有31个人，因的采检是拢是阴性，也毋过是搁找无感染源。今仔市政府嘛扩大高雄港区的 PCR 体检，早起就有人排队等要检验。这是咧，甲高雄港34号码头等台医护人员装备炸好，准备要帮民众快筛。高雄有1家3口确诊，其中爸爸伫咧高雄港做船顶营运的维修工课，码头相关的工作人员扩大体检。市府表示，初步判断感染源有可能是伫咧爸爸工课的高雄港，也是幼儿园，也是就医的场所。初步来控列了362个人。目前4岁男童所读的幼儿园接触者80个人，阁有再运入确诊者的消防分队人员31个人，采检了后拢是阴性。而确诊这3个人，抗体会进一步来检查，找出着指标的个案。患者是属于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那2位同仁立即配合疫调中心来进行 PCR。本局在第一时间也立即依相关的应变机制还有程序，迅速完成分队、厅舍、救护车等等的清消。疫情拖到高雄市府持续来扩大着疫调，防疫的措施嘛升级，针对着人潮较侪的市场，再是去封锁2位传统市场来稽查。因为我们不晓得那些人往哪里去啊，所以说当然会担心，这是正常的吧。最近有相关的疫情有一些变化，而且年关近了，我们大家一起提高警觉千万不要提供试吃品不要提供试吃品，因为年节到了，然后我们消费者也不要主动要求要试吃。市府的工作人员揢着放上头沿路提醒民众，也是摊商都要随时挂好喙罨，保持着社交距离。不过也是有民众阁有摊商互看到，伫咧买物件也是做生意的时阵无甲喙罨挂好，防疫是无介认真。记者王刘婷、林昭宽个人报道。本土疫情在炭烧，台北市昨暗嘛阁增加2例哦，其中有1例是石牌国中学生的阿嬷，另外1个是东吴大学新中校区迄个踮伫同一间教室的人。迄个人捌最近捌去过国家，因嘛听甲春水堂，所以这个所在嘛随消毒。东吴大学嘛发简讯通知伫台北学生会当登去学校采检。
在防疫人员的引导下，学校师生甲工作人员陆续进行采验，而且看过去，规栋楼拢会当看到排队的人。台北市第20暗时新增加2例新冠肺炎的确诊个案，东吴大学城中校区佫出现确诊者的卡热。就是在同一个教室里面，所以基本上那个教室，以可以容纳120个人而言，当天上课的总共有61位的一个学生。昨天的一个采检人数总共是662位，全部都是阴性。学校指出，这个新增加个案甲进前桃园确诊者案18116，捌伫同一个教室上课，迄天同教室的人已经先采验隔离。学校方面陆续针对有定态师生进行采检，采验结果拢是阴性。目前校内伫进行自主性采检，并通知学生，若做无法度回校采检，也会当就近伫医疗院所进行。在17号有来到音乐厅的春水堂，大约傍晚的时候用餐。那因为两厅院在1月17号到1月26号是国家音乐厅的年度保养期，也没有节目演出。因此，我们目前为了要保障观众的安全，我们当然是全栋清消1日。因为这个个案捌去过国家音乐厅甲春水堂，所以2厅院也紧急公告2日音乐厅休馆1天，春水堂是停业到23。防疫人员持续伫校内消毒，因为台北市20暗时新增加第2例确诊个案，是石牌国中学生家长，伊家确诊个案100-051，有台东区园边后科港位行大过。所以学校接到通知，立刻安排师生做 PCR 检验。跟他最近距离接触的老师跟同学进行第一波的筛检，筛检的48位同学晚上都告诉我们是阴性。那今天会针对其他跟他靠近的班级一起做预防性的筛检。那今天大概是300多位的同学。因为学校20就是休业式，21开始放寒假，所以学校除了采验消毒以外，并无预防性停课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台北市增加其中一个石牌国中学生处理75岁阿嬷伊捌甲桃园西堤确诊案例去过台北市大东区同一间诊所。另外，台北市有一个本地要爱住伫防疫旅馆却失踪姓潘的查某人，昨暗嘛已经找到人了，因为存在专案要加重处罚，就要罚60万。西潘的女性为北投一间人家厝行出来，警方甲卫生局人员穿规丝的防护衫，替伊消毒，甲伊送去检疫所。因为这个女性19位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倒败入境，煞无带入去防疫旅馆，佮失去联络。警方追查伊的行踪，发现伊坐防疫客厅车到旅馆了后，煞直接行位外口，和朋友骑奥多摆再去北投。20暗时，互人找到，收落来会罚60万。事实上，我们打了他的电话，结果发现有一支是空号，一支好像也不是他的电话，所以一支是找不到人的状况。那我们经过多方的尝试之后，没有办法，我们就要求警察局来协助。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项目来开罚，可以罚到60万。互市府无用甲世界走踪的，各有本土疫情。20暗时，台北市出现2个确诊个案，其中一个是石牌国中的学生家长，是一个75岁阿嬷。追查伊的感染源头，发现伊甲伫桃园西堤用餐的案100-051，2个人拢去过大东区的同一间诊所。1月20号的时候，台北市卫生局才接到桃园这边的通知，说这个爸爸有经过足迹。那么在1月20号，我们就赶快去匡列了，包含了这个诊所，还有他的足迹相关的位置。后来就发现到他去就医的这个诊所里面有一位阿嬷，这个阿嬷她75岁，她也确诊了。而且他有这个2个同住的小孙子。加在2间学校的采检结果拢是阴性，那台北市政府也积极推动台北通的疫苗护照，也打算伫2日送公文给中央，希望会当开放资料库。毋但北部疫情野悬，高雄即卖也传出有个案染病。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会全面备战，摒洗防止疫情摊开，未受到外县市的个案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又阁有确诊病例，教育局随着宣布讲，资文高中甲复旦高中今仔预防性停课1天哦。也毋过复旦高中嘛是大学学测考场，消毒就爱阁愈认真。市长郑文灿是表示，这波本土疫情较大，桃园有21个老师阁学生也确诊。新冠病毒疫情伫桃园阁传出确诊的个案，目前总共有16间学校停课14天。虽然已经开始休寒，不过教育部也是紧急宣布，资文高中加复旦高中2日预防性停课1天，因为复旦高中拄好是大学学测的考场，消毒工作是特别注意。全校消毒一遍，
所有的桌椅都擦拭。我们的总务处不放心，昨天下午我们又派我们自己的同仁，全部的公共场所、教室都消毒一遍，所有的桌椅擦拭2遍以上。大学下册第一天，一早起落雨，考生一个刷一个入场，并顶分局的警察也伫咧现场维护秩序甲安全。复旦高中的校长讲，全学校前一天已经全部拢消毒过，所有桌椅也拢已经切过，早起又搁消毒过一遍。厝内人确诊的学生尚未到校，拄好无排做考场。市长郑文灿讲，这边的本土疫情发生到昨晚，学校有21位师生确诊。目前为止，其实已经有30个学校、幼儿园跟企业，因为在疫情期间，那有这个确诊事件，那因此这个停课或停工，所以我们还是要呼吁所有的民众，那么要做好个人的防护。郑文灿也讲，桃园已经采检51114位。其中39遍采检是伫咧学校或者是工厂，其他是伫9个社区采检站，也有2个居家检疫专职采检站。采检确诊的个案已经有降低，不过也是请民众做好个人的防护。记者综合报道。爱考3天的大学学测，今仔是头一天考试哦，考数学 A 甲自然。因为今年学测防疫是愈较严格，一寡考生拢有提早出门。大考中心嘛统计讲，居家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的考生，搁再增加7个人，目前计共是有21个人。来，同学请先准备入场识别证及身份证件正本，准备好了请往前。透早还未8点，台北师大附中的市场就已经客满真侪考生，因为北部的雨落袂停，就惊塞车也是临时出状况，会去影响到考试。我今天早上因为就是刚好踩到了一滩水，整个右脚都湿了，然后就心情就有点不是那么的美好。野雨线赶紧提出身份证明、准考证加证件正本，经过确认才会当入去市场。每一个考生拢真紧张，因为是新考纲实施的第一届，佮碰到疫情当咧看，也只要紧调整脚步，好好啊来面对。无所适从，就听天由命吧。真的吗？对，反正就是尽量充分准备啊。先绑好体温、酒精消毒了，考生随照顺序入去市场。因为今年同款无开放备考，家长只会当徛伫门口看，家囡仔交予学校的考生服务队。这服务队甲监考人员同款，拢已经做过2剂预防针。每个考生都可以订便当，然后我们也有准备了酒精啊，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防疫用品。用相关卡的防疫保护考生的健康，受到疫情扩大影响，居家隔离甲爱自主健康管理的考生，统计到昨下晡3点半有14人，到今透早6点半是个增加7个。数 A 目前是有13位考生使用隔离市场，7个分区总共开启8间隔离市场。大考中心表示，学测是选科目来考，数学 A 有13人伫隔离市场考试。今年第一届考的欠考率有2.19%，甲去年规组数学有2.21%的欠考率相比，了啊有较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机场的群组感染疫情嘅关卡，向台北高雄市嘛拢传出病例哦。目前咱国内至少有4条传播链，而且佮找无感染源。有国内专家是认为讲，煞来特别过年咯，疫情敢有法度控制，会是真大的挑战。国内最近本土疫情一直传，确诊个案为桃园机场一直传到西铁餐厅、新德市，即马连台北、高雄嘛出现警讯。根据指挥中心掌握到，国内已经有10条传播链，其中高雄市一家伙3个人案，大南市场、新德市一家伙4个人，加阿东病院护理师案，4条传播链的感染源不明。所以外界的烦恼，南北疫情已经真侪位做会团。我们知道说，新冠病毒的潜伏期也是14天，我们必须要14天已经说风平浪静，没有什么确诊病例，才能证明是已经受到控制的。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本土的案例出现，表示说在短期之内，过年前是不可能达到一个很有效的控制。医师表示，一直到过年这段期间，拢是一个关键期，因为最近一直有境外旅客入来，再加上过年期间，国人南来北往的行大，爱特别注意传播链是不是会继续传开。对着本土确诊病例一直增加，短短2礼拜，本土确诊已经上100人。
公卫专家是预测到1月底，本土确诊个案可能达到500人。本来流行应该会在2月初是达到一个高峰，以现在目前的施打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以及我们的个人警戒防疫措施的提升，我相信在2月初以及2月上旬还是会受到控制的。针对 Omicron 传播力真强，而且传播路线管道多元的特性，但秀熙也建议采用双疫调分层分流，也就是调查确诊者的非密切接触者的时，会当纳入疫苗保护力的调查。那做大部分拢做过疫苗，而且有保护力，都无需要接受隔离，只要自主健康管理7天，期满前快筛，安尼就有助减少医护检测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民众拢赶紧要去注第3档的疫苗，台大病院嘛公布讲有超过77%的民众拢选要注莫德纳，也毋过医师是建议讲，若是注前2档副作用真严重，第3档是当选高端疫苗试看卖。台大病院21这天，新冠疫苗的注射的人数已经正式突破30万人人次。这对翁仔姐因就是第30万人，因拢注过2剂疫苗。21因注的是第3剂，因选的品牌是莫德纳。莫德纳，因为我前2剂都莫德纳，听说莫德纳还是比较稳定一点。这对翁仔姐因第3剂会选择莫德纳，因的理由是讲这个保护力较强。台大病院嘛公布讲。国内新冠疫苗4个品牌内底，民众选择第3剂加强剂的比例，其中前2剂注 AZ 疫苗的人，第3剂选择注莫德纳，这款的是超过75%。也若是 AZ 来套滥莫德纳，第3剂的这个莫德纳的比例是超过80%。也若是讲2剂拢是注莫德纳，第3剂嘛选择莫德纳，这有超过90%。若是讲前2剂拢是注高端，第3剂同款会选择高端的这款的占上济，有超过47%。搁再来就是 BNT 是超过35%，上尾啊2剂拢是注 BNT 的人，大多数第3剂因嘛是会经 BNT， 这款有占6%7%。希望打完第3剂抗体效价要非常非常高的话，RNA 疫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有些民众他觉得他只需要基本的保护力，他希望能够不良反应越少越好，选择高端这样子的蛋白疫苗。另外，鸿海永龄基金会台积电资助，因共同来捐赠第16批 BNT 的疫苗，拢总有994000多剂。21这天透早5点外，已经运送到桃园机场。到目前为止，拢总有1433万多剂 BNT 已经到货。台大病院的医师建议讲，虽然国内第3剂的注射率有咧提悬，不过12岁以下的囡仔要是无法度来注到疫苗，建议民众都爱紧命来注，才会当来提悬保护力，嘛就爱较注重卫生、防疫，安尼才有法度来保护还未注射咱厝内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文今仔到台东视察国军部队，嘛发春节加菜金。空军第7联队嘛头一届对外来展示 F5战机新增的新型弹射椅，还有量产型的永鹰格高机。现场的各位教官都是空防战力的重要的关键，特别是现在新增永鹰号高教机，以及如火如荼的换装训练，大家都辛苦了。当然。空军出英雄，地勤一半功。我们地勤兄弟姐妹不分昼夜，为战机执行检修保养，则是我们守护飞行安全的关键。因为去年 F1的战机捌失事，所以空军就宣布讲，这椅要换做英国马丁贝克公司生产的 MK16弹射椅。这款的弹射椅有上先进的救生功能哦。去年12月份嘛已经完成安装，今年会搁安装70条。另外，永鹰高教机前2台的原型机，去年2020年嘛完成试飞。以国防部的规划，汉翔公司今年是爱搁交8台。总统蔡文嘛表示讲，爱国军哦，伫春节期间，拢爱打电话互厝里人来报平安，有时间就爱陪伴亲人。再来看回官单一，前一站使 F16V 战机失事死亡，国军伫最近6档哦，都有17件的重大意外，嘛造成28个官兵殉职。国内嘛，因为招警化，佮有近视率真悬，飞官是真歹培养。未来佮有永鹰高教机，佮有新一批的 F16V 战机哦，所以至少爱佮增加110个飞官。
所以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就建议讲，成立后备飞行大队，让退休的战机的飞官来协助做训练。空军飞官陈毅伫进前驶 F-16V 的时阵落海殉职，伫两岸紧张的时阵，算断着国军的士气。立法院民众党团伫21讲，国军6年来立即有17件重大的事件，至少有28个官兵死亡。互人更较烦恼的是，国军目前还阁拄撞着少子化、近视率较悬、飞官的飞行训练时数无够，这3大困境。一架单座战机至少有1.5位飞行员，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理想的战力。共军不断扰台的这种压力下，我们这个座舱比现在是多少？1.33，要达到北约的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们至少还必须要再增加110名我们的这个合格的这个飞官。以失事的 F-16型的战斗机来讲，民国100年至108年有新增加129个合格空军 F-16V 的飞行员，不过煞有108个已经离退，表示讲空军因留袂住人才。针对未来，阁会来接装66台用型高教机，对美军买66台 F-16V， 空军就会加出100外人的人力飞行连队，要安怎来补足701个飞行员的缺欠？还阁爱来维持防空的战力。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伊建议讲，就爱来成立后备飞行大队。退伍的这些飞行人员，他的身价2亿、3亿、4亿不等，可惜了，去灌香肠、晒腊肉，准备过年。这相当可惜。新进的飞行员，你就好好的学飞；完训的飞行员，你现在是警戒，现在是带飞，现在不要了，你专心警戒吧。张延廷指出，会当透过奖金制度来调回退役的战斗机的飞行员，来加入这个后备飞行大队，协助来带飞行训练官的飞官，或者飞官唔免安尼垃圾双头烧，就会当来专心警戒的工作。针对美方来卖出66台 F-16V 予空军，办批要伫2026年全数来交机。不过，共军对台湾的这个扰乱一直增加。外媒个报道讲，美方有意来提前来交机。不过，战斗机的这个零件要采买，就要真长的时间。目前这款的是还阁无法度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今仔继续审查刑法饮酒赛车相关的修法草案。法务部处长蔡必忠是表示，法务部用真侪办法要来阻止饮酒赛车雕塑。立法院初审嘛通过，触犯无雕塑的刑度，对现在2档以下有期徒改判上档3档哦。无论是初犯还是再犯哦，罚金拢会增加。累犯哦，上侪是当罚300万。重大饮酒赛车的事故真侪，部分调解立委认为刑法牵涉到饮酒赛车的刑责定甲伤轻，而且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日益继续审相关的修法草案，对初犯刑责、再犯的年限也甲刑责这方面来进行讨论。初犯然后致人于死伤的，几乎都不到3年。如果你不把基本刑度提高的话，那你要怪罪法官说啊，他就不把他判这个怎么样严重一点啦？重罚重惩，也许没有办法还受难者，或者说受难者家属的这个抚慰他们的心灵。可是我们也不能纵容酒驾人的一而再再三犯行啊。提高饮酒赛车的刑责，真侪位立委拢有共识，只要触犯致使人死亡，甚至有立委提案，相当会当判无期徒刑还是死刑。即马提高饮酒赛车刑度的赞成真侪，法务部处长蔡必忠是表示，针对触犯无雕塑者，建议刑度为2年以下提高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法定刑到3年以下，那么并科罚金，这个30万了，多管齐下。本部绝对没有讲空话。重罚饮酒赛车，法务部强调，无论初犯还是再犯者，拢前列并科罚金。其中再犯的上济会当罚300万，再犯年限也为即卖5年修正为10年内。蔡必忠表示，法务部强烈执法，严格处罚饮酒赛车的人，绝对不是用讲的尔。记者综合报道。去年10月14日，高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造成40来人死亡，几啊载人受伤哦。本地姓黄的嫌犯是以过失致死，佮有失火罪予起诉。也毋过检方调查了后，决定要改以刑法的放火罪、杀人罪来起诉，嘛要求法院判上重刑。
害死46条人命的高雄城中社会在高雄地检署今仔调查结束，认定嫌犯因为感情的问题要报复逝过的男朋友所以放火，结果害死46条人命。检方决定要以刑法放火罪、杀人罪来起诉。检方表示，这嫌犯拢无后悔反省，态度阁真歹，希望法院判伊上重刑。再来看云林县警察局最近抓到一个卖毒的集团，查到冲锋枪价超过上千万的海洛因，和安非他命。三嫌犯是移送地检署来侦办。警方来到屏东东港县，以为嫌犯睡厝的所在抓人，嫌犯一开始都摕出手枪，要对警察开枪，最后也是互抓到。警方也查到 MP9 冲锋枪顶顶的手枪，含267粒9控枪支。还有价值超过1000万块的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等的毒品。查缉的过程当中这个嫌犯为了逃逸朝我们同仁开了2枪那我们同仁所幸就是训练有素并未受伤市价大概在100万以上，这个杀伤力非常的一个强大。它是连发吗？它是特种部队在使用的一个枪械。警方表示，这个姓因为主嫌带头的卖毒集团，因时拢有提枪做防护，在南部等等的地区卖毒。经过云林警方跟队监视搜证，分别伫屏东、云林抓到3个人，而且以毒品危害防治等等的条例和杀人未遂等等的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海洛因砖可以说是它是相当危害的一个毒品如果这些毒品呢流落市面的话，可以残害2-3万人，包括整个的这些安非他命也是一样都可以残害上万人。警方表示，为着避免嫌犯利用年节进前大量卖毒品赚现金，危害人民的健康，警方伫18、19、2天出动30位警察，顺利抓到3个嫌犯。若这3个嫌犯也互裁定收押禁见，稍后会搁扩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退休的国小校长李顺良，伊19伫广播电台讲，台中捷运 B1 站会往北边线，是因为台中市长罗秀燕因翁迄边的亲情已经伫附近买土地了。罗秀燕的律师今仔嘛对李顺良提出告诉，另外间亲表家族的违建拆除的期限嘛已经到了。市政府是表示，若属尴尬，无要家己处理，会排时间强制拆除。前国小校长李顺良19伫广播节目当中，针对台中捷运南线 B1 站刷位的争议，指控台中市长罗秀燕。B1 站北移迄个学校预定地，其实罗家的人嘛已经去买土地所以我以前讲啥？罗家吗？罗家，儒家就是廖家啦。李顺良指出，市府将南线 B1 站向北刷位，除了挖近尴尬的土地，附近阁有学校预定地。市长罗秀燕和翁婿嘛有去买地，不过目前拢是听人讲，无提出具体的证据。罗秀燕的委任律师日提起诽谤的刑事告诉，损害了卢市长的名誉，所以以及卢市长先生名誉也被损害到了，所以我们必须依法提告。我是合理怀疑，这里真的可能没有他们家的名下的土地了，但是不代表他们就没有投资，我们就不知道了啦。若尴尬南屯公保地招待所的违建，虽然日即天已经到自行拆除的期限，不过目前拆除的作业仍然在进行当中。工人讲已经有咧赶工，不过也是拆袂了。台中市都发局表示，已经伫14要求7天内爱拆了。目前拆除的进度已经有8成，不过也是赶袂赴完成。左侧部分的违建已经拆除，右侧部分违建目前正在拆除中，预计今天可以拆除完毕。都发局表示，因为违建挖进公园有公共安全的疑虑，已经要求进度爱赶较紧。不过目前也有2成也未完成，市府按算依法安排拆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德国一间法律事务所将发表一个调查报告，指出讲，天主教前教宗本笃16世，伫个担任慕尼黑主教的时，明明知影有4件神职人员牵涉到性侵害儿童的案件，却拢无处理教廷是表示真见笑，嘛真对不起当事人也毋过前教宗本笃16世本人说讲，这拢是无影的指控。德国慕尼黑一间律师事务所伫20公布调查报告讲，
天主教曾任教宗本笃16世，伫1977年到1982年中间担任慕尼黑甲佛莱辛两个教区的大主教的时阵，上届少还佫有对4件新职人员性侵儿童案，伊在前煞拢无处理。In insgesamt 4 Fällen sind wir zu der Einschätzung gelangt, dass dem damaligen Erzbischof Kardinal Ratzinger in Fällen sexuellen Missbrauchs ein Fehlverhalten vorzuwerfen ist. 2 dieser Fälle betreffen während seiner Amtszeit begangene und staatlicherseits strafrechtlich sanktionierte Missbrauchstaten. 伫个报告内底讲，这个教区伫个1945年到2019年的时阵，上届少还佫有497个性侵受害者。受性侵的人，伊的年纪是以查甫男性为主，有真侪性侵案有可能拢无来处理甲报告。Many of the people that abused me actually are now deceased, and so now the satisfaction that I get is from being able to help other victims. And the number one thing is I tell them, please don't stay silent and please do not live with this for 40 years. 今年94岁的本笃16世，伫个2013年退位，一直到即马拢住伫个梵蒂冈。不如过伫个即礼拜进前，伊才对墨西哥天主教新职人员组织的性侵案，强调讲伊家己拢无知情，嘛否认对这份上新报告的指控，并且完全拒绝负责。Als der amtierende Erzbischof bitte ich deshalb im Namen der Erzdiözese um Entschuldigung für das Leid, das Menschen im Raum der Kirch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zugefügt wurde. 这个教区现任主教有出面回释的，不过伊无讲到本笃16世，也是讲家己伫个报告内底角色。教廷梵蒂冈嘛发布声明表示讲，会来对报告的内容来甲做评估，嘛会来检视有效目芳，嘛对性侵案来表示讲见效甲自责。不过嘛无讲到卸任的教宗本笃16世的名。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看瑞士目前正在研究一款用大武汉肺炎的预防药哦，互一寡惊注射的人，就会当轻轻松松就互体内产生抗体，也毋过哦，在实验中。对抗新冠病毒未来阁有新武器。瑞士医学研究人员最近当地测试一款用大的新冠疫苗，小小的大布顶管充满真细型的注射针啊，搭伫皮肤顶管，只要几秒就会当甲疫苗注入体内。Alors l'idée du patch, c'est en fait des micro-aiguilles que l'on va appliquer sur la peau, donc dans la couche superficielle de la peau, le derme on appelle ça, parce que dans cette couche de peau, il y a des cellules présentatrices d'antigènes, comme on appelle, c'est-à-dire qui induisent une réponse immune plus forte, notamment pour l'immunité cellulaire. 甲自传统疫苗互体内产生抗体无同，疫苗大片的目的是诱导 T 细胞的免疫作用，去攻击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细胞。研究人员认为，大片式的疫苗会比现主时的疫苗保护力更加好，对变种的更加有效。Για το παιδί μου, ναι, θα μπω και μέσα, δεν με απασχολεί. Αρκεί να το προστατεύσω αυτό. 伫希腊，一个32岁妈妈因为疫情严重，2021年开始唔互伊11岁查某囝读册，因为剥夺囡仔的受教权，违反希腊法律，互人判处7个月徒刑，缓刑3年，搁罚20欧元的罚金。高响乐团专心伫演奏乐曲，边仔有美法师替人客修剪头毛。荷兰政府因为防疫考虑关掉艺文场所，毋过允准甲人接触的产业，像讲美发整甲、沙龙这些所在当营业，互艺文团体真不满。所以博物馆、音乐厅临时改造做美发店，也甲美发整甲店，用创意来表达诉求。公司新闻王德文编译。鼻流的疫情嘛在炭烧，通报有189例哦。指挥中心昨暗嘛宣布讲，台湾甲鼻流的旅游气泡，对明仔开始入境会加严管控哦。爱先伫机场做 PCR 的采点，嘛爱住伫集中检疫所5天，佮加上9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旅游气泡是会当继续，也毋过哦，会观察鼻流的疫情，随时来做调整。保留进前因为境内零确诊，台湾甲保留旅游泡泡是个人唯一转来了无需要隔离的境外旅游行程。原本转来了只要5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搁加9天的一般自主健康管理。这嘛因为保留疫情累计确诊有189例，伫最近7天确诊有157例，其中9例是本土个案。指挥中心自2日开始启动保留入境加严管制措施。入境的时候要做 PCR。
然后又到那个集中检疫所集中检疫所5天的公费入住集中检疫所，然后 PCR 采检后，那再加上9天的加强版的自主管理。那到第14天的时候，13、14天的时候，再做一次 PCR。除了入境台湾就要做 PCR 采检，公费带集中检疫所5天，早期加强自主健康管理9天，搁再进行一般自主健康管理7天，加强采检的次数。入境迄天、第5天、第13、14天要做 PCR 采检，第8天、第11天，抑个第20、21天之间就要做快筛。但是了讲，即马台湾保留旅游泡泡也未破，会评估相关指标，结果做决定。最主要还是它的本土病例的增加了那有，譬如说有一些社区传染的这些可能性，或有一些相关的群聚，那当然就算是我们的一个警戒线。没有特别的变化，我们就继续观察3、4周。那一有变化，我们就立即采取行动。指挥中心讲，旅客若是想要向旅行社退钱，扣款未超过5%，唯一特别台湾保留航线华航宣布，散客加团体旅客，华航拢未收退费的手续费，机票也让专业退。台湾保留旅游泡泡2大业者 ，KKday 也个向事旅游也拢宣布，未向旅客收5%的旅游保障费。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春节连假有9天哦，华人的饭店本地订房率大约是有8成，也毋过因为疫情反苦，目前的退订率差不多是1成，也这也是表示会互消费者方便。华人县政府嘛强调讲，相关的防疫办法会随时来调整。就这个过年华人的旅馆业者最近心情正歹，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开始接到消费者要退房的电话。你会避免在春节期间出游吗？会。你说没有退订那是不可能啦，因为那个什么消费者还是被这个疫情抢嘛。那目前春节的退订我看大概也有1成左右哦。为了要吸引消费者来华联省，旅馆业者发表自律声明，强调安心旅游未起价，希望当局大家当用上友善的方式，专业退费来处理。譬如说定型化契约需要2个礼拜前开始退订，不扣钱，然后有根据不同的时间点去做不同的扣费方式。但我希望说所有的会员能够体谅这种时机。花莲县政府也针对观光景点的防疫措施做滚动式检讨。那像目前花莲国际东大门夜市，我们也实施了这个总量管制，4000人上限，6个出入口10连制，量体温。官府强调，过年期间严格禁止旅馆业者起价，若是有消费纠纷，会当向县政府检举，查证事实，会当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罚1万到5万。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物件拢在起价哦，纸币这的文具嘛传出讲过年后嘛要起价咯，也正是表示一寡进口的文具因为准帮运费起价，成本已经变悬咯，所以过年后得来调整价销。疫情之下，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物价拢伫咧起。高中小学期拄结束，马上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文具店的现场，探索来买，为后学期来做准备。感觉上就是过了1月1号之后，民生的各个物品会感觉有比较明显的涨价的趋势，对，所以就运用寒假孩子刚好放假的时间，就趁这个机会来看看有没有新鲜的一些文具用品。家长的烦恼不是无道理。台湾省特殊教育用品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文具原物料甲运输的费用大大提高，甚至有进口商因为海上的船期太准，供应链大乱，影响到进货，而且年后就会有一波起价。那个日商系列的、美商系列的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我们台湾本土工厂也有在那边加工的。这种海运运费也是他们要调涨的一个大因素。文具业者表示，有承受到原物料起价压力，但是考量到消费者的感受，目前先以自我吸收为主，而且积极来寻求其他原料进货的管道。这么多年来，我们也看到有上有下哈，只是说，看这个疫情影响大家的确非常多了。那么我相信。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必然会发生的。万物拢伫咧起价，民生物价压力，工会甲业者拢预测农历春节前后是判断要起价无的分野。年后全球疫情若是较严重，这就一定会起价。但是如果疫情稳定控制，原物料成本的压力就可能疏解。记者台中报道。
以前外销贩卖，政府是向农民收1公斤9块，也毋过最近国际上贩卖价销是一直起，上济是起到1公斤15块。今仔早起，到农民呼吁政府应该嘛爱回馈予农民哦。农粮署是表示会来参考进口的价销来调整。福利兴农民啊！福利兴农民。 120位农民代表徛伫活动中心门口发口号讲不满，因为中央摒饲料贩卖外销，用10公斤9块价销来甲农民收。不过疫情影响，世界长欠粮，贩卖价销大起，甚至捌起到1公斤15块。农民当时喊声，认为政府应该搁加添补贴。价销较会当台湾做一个保障呗。 介绍会当压悬的就是。有啦，唔能够高阵个人见遮悬啊，高阵个人压落来。这9块收的，感觉会好袂啊？到时候搁收9块，哪会好？啊，600公斤啊，9块5400块，啊5400块，我就来讲成本就4000多块啊。 成本4000多块，搁无挂塑带费用，搁爱家己倒贴。农民认为政府无应该把这价销的差价搁洗转去家己的落地啊，应该搁拨转去予农民。对此，农粮署南区分署表示，一定会参考进口价销，检讨收购这中间的价卡。可能在这整个收购结束以后，依据这个农友的这个生产成本跟他们的收益的等等各方面的条件一起来讨论，来检讨一下，看这一个部分是不是要有所调整。过去7块外的时阵，政府收港是9块啦。这届我都介绍甲遮尔悬，是毋使部分这个加出来，这个价销会使予农民安尼来做一个补贴。农粮署搁再说明，因为今年的客户都已经拍好，会维持10公斤9块至10块的价销来收。不过经过这届敲测，农委会也愿意搁提出补贴方案，用一定的比例来处理，让农民会当摕到搁较侪回馈金。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中国去年开始禁止台湾的往来食客进口，大约是有15000吨的往来食客就爱靠内销，目前大约只有销2-3千吨尔哦。今年农粮署就提出转种的补助方案，若数无搁要种咯，1公顷是补助10万块；种大木种的食客1公顷是补助5万块。也毋过有农民是认为讲，安尼补助嘛是无够成本哦，帮因找通路来倒销较实在。 台东县将近3000公顷的往来食客长大出，较早农民赶采收包装单送货柜运去中国这个通路，即马中国讲有通害为理由，暂停进口往来食客。 有1.5万吨的外销量，唔知要卖去倒位。去年底，中央甲地方拢尽力伫找行销通路，即马真无简单，找国营甲民营企业，才销掉2000多吨尔。为了避免未来往来食客阁无销，农粮署今年推出补助食客转作方案。转成大木世家的话，那这样子是补助一个品种的更新费5万元；转做其他的果树或特作的话，补助是每公顷10万元。 农粮署强调，辅助转作的补助方案，上少以1分地就会当向各地农会提出申请，希望农民转作无产销失衡疑虑的作物。不过，大部分农民对这种的补助方案无法度接受，认为费用转作无实际，应该爱搁积极找通路行销。我的意思是说，把东西种好不用担心它没有市场。做到要死啊你讲补10万，迄10万一架地啦，干那丢下来收嘛，唔来遐啦。农民目前敢讲要销出去就真头疼，也无法度思考转作，因为即马阁拄着送到厝，无法度接大订单运送问题。虽然邮局有斗3工，一工送700箱，不过运量也是有限。往来食客外销转内销，即马阁加一个运送问题爱解决。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屏东那边的社区协会，利用那边的特色甲风景区，开发出一套倒仔耍哦，互老大人会当哪耍哪动脑筋，可以当来认捌家己的故乡，咱做伙来看卖。我嘛是10音呢。安尼你嘛是？看这个时代算甲笑嗨嗨，连是巴豆仔决定行几步，行到景点都爱开钱买门票，或者是盘手。 规则就亲像大富翁，不过若详细甲看，这位拢是屏东那边的在地景点。原来这是社区协会家己研发的倒仔耍。阮就想讲研发一做，就是讲，互阮那边在地的老伙仔，我包括少年人，知影讲哦，阮那边的一寡特色，所以阮就利用迄个大富翁的方式，来家研发，当互一寡耆老，迄个动因的脑筋。这个倒仔耍毋若小解那边的景点甲特色。
老大人可会当用一寡假纸票练习造钱，拿游览拿动脑筋，社区的时代拢算甲真欢喜。特别好玩，拿这内底啊，我画到哪边鱼花啦，个林边湿地啦，个哪边荷花哪边溪啦，真水啦。这做好耍的吼，这拢有结合林边的一寡风景啊，阮来耍哦，个会当安尼动脑筋啊，看是要摕几元鱼啦，安尼数字上有动到脑筋啊，很好玩呐。时代拢真介意这个倒仔耍，协会也希望未来会当配合地方的文创开发，互愈侪人会当拿耍拿观光，了解那边的特色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潮州的青年协会今年特别伫庙埕来办头一届囡仔厝铁马比赛。囡仔厝铁马大拢真全力家吹落去，现场的加油声甲普仔声嘛是闹热滚滚。听到话开始，大家厝铁马随向前冲，详细甲看，乃是只丢竿家己撩落来骑，而且脚长手长，佮骑无啥会震动，国民众是拢感觉真趣味。这是潮州青年协会所举办的囡仔厝铁马比赛，现在咱看到这阵才是真正的主角。这里超棒、超好玩的，而且场地我觉得很干净，然后赛道也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很棒，有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这囡仔头底安全无装备胶全，每一个人眼神拢真坚定，未输专业的赛车选手，动棒才一个棒，大家拢尽全力出去，拼命冲走第一。边仔家长徛开牌，边仔是真无闲，大声喊加油，佮紧摕手机来翕。伫咱潮州办介侪活动拢是首创，重点还是平时要促进我们整个亲子的互动关系这是非常重要。我也希望滑步车比赛以后我们每年都来举办运动活动真的可以大大提升公庙的形象，这个的形象非常震撼。下次我们一定会再参加。囡仔厝铁马比赛伫潮州在地也是第一届举办，这回甲地方的庄头庙合作，特别经在庙埕来盛大办理，结合文化盛景，1.25望通带动健康运动的风气，佮促进亲子的互动。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六暗时的7点半，公司第一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要为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个2021年体育运动金运奖的5重选哦。伊推动台湾奥多麦运动的比赛，嘛培养国内少年的选手去参加国际比赛哦。这一路打拼的过程，咱做伙来了解。赛道顶头，机车选手甲油门吹落，输赢就伫1秒之间。这是近年来少年人热衷的运动。不过，对台湾民众普遍认为赛车会产生环保、噪音的问题，对这项运动无重视嘛无优先。要怎样提升赛车运动对国内正面价值？有车队甲厂商和民间协会共同拍拼。用竞技的角度来改变国人的看法。台湾赛车环境主要就是政府无支持啊，政府无正面去推广，大家拢认为赛车是有危险嘛，飙车安尼啊，其实是介正向健康的。TSR 台湾技术精神发展运动协会创办人吴仲宪本身也是赛车选手，10多年前投入赛车运动的推广，家己开钱办比赛，有更加侪介意机车运动的人和一般大众建立正确的骑车观念。讲实在，都靠自己的能力去弄啊，也感谢这些厂商给我们支持嘛，就是安尼，尽量去推这个体育运动赛事。下一个阶段性任务就是把这些选手带到国际去，剩下个人自己造化。那我相信有机会的话，会有更多的企业会看到我们的努力，就是往国外这些去。协会指出，一场奥多麦赛事带来机车产业、改装零件，甚至扩大到周边的观光休闲产业，会当带来上千万的商机。但得到2021年体育运动金运奖的吴仲宪，希望结合机车王国的优势，让台湾选手行上国际舞台。记者吴定武、吴文良台南报道。
来看前一张赛轻型运动飞机环游世界，冇停伫咱台湾的19岁比利时少女萨拉罗斯福，经过5个月飞行，伫10月20已经平安登去比利时咯。伊嘛创下全球上少年的女性驶飞机驶地球的纪录。En atterrissant, j'étais un peu focusée sur m'atterrir. Mais non, j'étais super contente. Ça fait longtemps, ça fait 5 mois depuis que je suis ici. Et donc je suis vraiment contente de juste être ici et de savoir aller à la maison, enfin. 今年19岁英国的比利时少女萨拉罗斯福向来机场接业人的手。这场金氏世界纪录证书连奖伊是全世界上少年一个人驶飞机环游世界，2022年1月完成。The plane obviously is a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I'm not trying to claim that it is. But I have chosen one of the best aircraft to do it with. The fuel consumption is amazing. For this whole trip, it's used the same amount of fuel as a Boeing uses in about 10 minutes. 萨拉罗斯福去年8月18出发，飞超过52000公里，飞过5大洲52个国家，怎么回来？伊讲颠倒怪怪，所来会暂时拢袂去别个所在。后礼拜可能什么代志拢无想要做。Coming out of Frankfurt, there was lots of rain, lots of snow, but yeah, so I had to wiggle in some valleys. Flying from Russia to South Korea was really tough because I had to avoid North Korea, and that meant doing a huge detour. And at one point, the weather started worsening as well. 伊讲好佳在伫咧飞经过西伯利亚时阵，飞机无出代志。若无万一伫咧摄氏零下35度的所在要下来，阁无冻干的装备，代志就害咯。伊即阵要到台湾，去年12月14飞到台北的松山机场，对台湾的建筑年地印象真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仔日中部以北东半部拢落雨，尤其是家人北海外到东半部遮雨势就较真大。气象局嘛针对家人、新北、宜兰、台东各华人发布大雨甲大水雨的特报。另外后礼拜赶快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部的天气会较凉冷哦，而且嘛拢会落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华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